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因为今仔是圣日，纪念主耶稣对死来阁活的日子，所以咱毋是活伫旧约的迄个安息日，乃是伫主阁活的日子，咱伫遮来庆祝、来感恩、来敬拜伊。所以咱来到遮来敬拜主的时阵，求圣灵甲咱同在，求上帝带领甲咱同在。圣灵借着伊宝贝话语来加持咱，互咱知影要怎样过一个讨主欢喜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咱。咱呢活伫这个真不平凡的世代，有各款的世界的变化、罪恶，人的听心渐渐淡化去了。所以咱信主的人应该叫因无丧，因为咱是终生得救的人，脱去了迄个旧的生命，咱是活伫一个新的生命内面。所以咱应该着伫生活顶面来彰显上帝的荣美，所以这是无简单。所以呢，咱今仔日伫遮敬拜主，求主互咱力量，也继续为着欢兄弟姊妹身躯的软弱来祈祷，也为着欢咱的亲友同学也未信主的。咱为因祈祷，盼望一日也是认捌主耶稣来接受伊做伊的救主。所以咱特别为了这项来装备家己，求主使用咱来荣耀伊的圣名。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听阮、拯救阮，叫阮脱离罪恶，进入到光明的境界。互阮有永生，互阮对将来有盼望。虽然伫这个世界有各种的试探、各种的重担和问题，但是阮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十字架得胜这一切。求上帝甲阮同在，因为伊是以马内利，甲阮同在。感谢上帝，阮今仔日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主你借着宝贝话语来加持阮，来提醒阮，来鼓励阮，好叫阮活伫这个世上来荣耀你，来侍奉你。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晨光照亮，是忧伤这变欢畅。借我慈恩福，借我慈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慈恩福，
尽心竭力帮助软弱的人，殊托付始终不息。各位的兄弟姊妹，咱本主日所要传讲的信息，伊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头前咱唱的迄个圣诗，题目是借着我施运福，借着我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来施托人运福，毋是咱有法通施托人福气，乃是咱传主的福音，因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得到了上帝的福气。所以上帝要借着咱改变了的生命，来介绍主耶稣，互世间人来明白，来接受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伫因的生命的改变，来赐予因上帝恩典甲福气。保罗伊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同时呢，伊也是接受上帝的假使，主的假使，怎样伫世间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好榜样。所以保罗借着哥罗西书来鼓励信徒来怎样要过一个合乎神旨意的基督徒生活，这是真重要。因为有的一个信徒表面上伊是信主又来参加教会各款的聚会活动的时阵但是伊的灵命若无改变若无甲耶稣同死同复活出一个各活的新的生命出来，无让耶稣伫伊内面来做主做王，那么伊就无办法通来改变伊的生命，伊伫行为顶面无什么
改变的时阵啊，别人就袂看出伊有啥物基督耶稣的样式的表现，所以这真重要。所以今仔日啊，咱要看保罗伫这本书信当中，怎样来鼓励这个哥罗西的信徒。同时呢，伊也是要鼓励咱现今的基督徒。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7节，咱今仔集中伫这段的经文当中我每一段读的时阵，就照安尼讲落去。咱头先来看哥罗西第3章第1节到第4节，一搭讲，所以恁真是甲基督一同复活，就着求伫顶面的代志，伫遐有基督坐伫神的右边，就是正旁。第2节，恁着思念顶面的代志，毋通思念地上的代志，因为恁已经死了，恁的生命甲基督一同藏伫神的内面。基督是咱的生命，伊显现的时阵，恁也要甲伊三甲显现伫荣耀内面。这段经文啊，讲到几个特别的诗句真重要的诗句。头一点咱要讲的，就是这个基督徒的信心应该有一个伊的信心有一个完整，甲耶稣同死同活属灵的经历。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间所做的工作，伊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埋葬了3日，对死来复活。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做的工作耶稣的死甲耶稣的复活，那咱伫信心顶面也是着叫伊同死同复活。这款的属灵的经验，因为若有这款的经验，咱就有法通活出耶稣的生命，新的生命。什么是甲耶稣同死呢？耶稣替咱的罪被钉是十字架顶，伊是为着咱的罪被钉，无罪代替咱。有罪伫十字架受刑罚，耶稣受了刑罚，咱接受伊，咱就无需要伫将来上帝审判的公义的审判的时阵，咱就无需要去受到审判了。所以咱甲耶稣同死就是咱就脱离迄个旧造的生命，迄个旧的生命，就是伫亚当内面犯罪迄个旧生命。咱就脱离哥罗西书第2章20节到21节讲，恁若是甲基督同死就脱离了迄个世长，就脱离了世长，跩小学咯小学就是毋通学伫甲世俗人的同款伫福伫怀不可推，无法通推，无法通试，无法通无怀甲怀人的条规咱就脱离跩世俗的代志叫跩假宗教，跩邪教、异端邪说这类的物件。所以世长的小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怀异教的敬拜，会跩治理各国甲逐款的民族会跩假神因来推一家跩
仪式咯，伫外表咯，因有只有外表的表现，无有实际的虔诚啊，无实际情形啊。所以咱若是甲耶稣同死是着将咱迄个旧生命一切的罪性、罪行、犯罪行为甲耶稣同顶是十字架顶，将咱迄个旧生命爱犯罪的性情叫咱过去的歹的行为咱的心内叫行为顶面，叫甲耶稣同顶伫十字架顶，甲耶稣同死，就是将迄遮久的遮看做死去咯那甲耶稣基督复活的意思就是咱信了主了后，耶稣对死来讲话，咱甲伊同活，就是进入到耶稣的新的生命，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呢，信徒对旧的生命进入到新的生命，毋是靠着家己肉体来挣扎要食做一个正性。食做一个有好的行为、有新的生命的表现毋是靠着咱内面家己的挣扎的表现乃是照着耶稣基督迄个新生命伫咱内面的迄个运用，迄个新生命迄个大能力圣灵的大能力点伫咱的内面，迄款的能力来改变所以咱有新的生命了，咱就干哪只就毋通搁再思念地上的代志，还犯罪的代志伫黑暗的代志，过去的旧生命还表现，无搁再思念坏代志。咱着思念什么呢？一个信主的人，着思念顶面的代志，属天的代志。顶面的代志就是讲到。圣经讲，伫遐有基督坐伫神的正旁，意思就是咱思念关于耶稣的代志，耶稣的本性，耶稣的性情是啥物？甲属天的这国度将来的荣耀，将来的盼望，叫咱伫地上来为着伫将来的国度，咱来努力咱来。释放来为主做工，来荣耀神，将在伫罪恶当中未得救的人，将福音传途的，互因的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改变。这就是咱追求顶面的代志所以基督内面的性情是啥物呢？咱就去学习就耶稣内面的性情有怜悯。有温慈，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有舍己的心，有迄个听心，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甲伊的智慧，叫伊的知识，属神的知识。所以咱就追求在上面的代志、顶面的代志、天国的代志。国度的荣耀，为着国度来工作，来释放。所以圣经讲到耶稣坐伫神的正旁，伊做成了神所交代伊的拯救的工作，做成了就坐伫神的正旁。这个坐代表什么呢？坐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应该做工作，拯救的工作了，所以耶稣得胜了，又掌权了，伊就进入到神的荣耀内面了。所以呢，咱在地顶的咱伫伊的内面也是靠着伊来得胜，来成圣所以无需要伫基督以外来加添什么人的道理咯，也是靠着拜某某得一仙
有真正的愤怒，还是无一个人咯，还是无一项代志在忧伤咯，毋是靠着在除了耶稣以外在俗世的代志，你是要凭着信心呢，靠着这个十字架的大能来得胜，来接受神所得到的这权柄，来伫地顶来过亲像伫天顶的生活。所以咱的圣诗内面靠着这个十字架来得胜，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仍是我的荣耀。我种罪拢洗清去，只靠耶稣宝血。咱靠着耶稣宝血十字架所牺牲的工作来得胜。所以咱伫洗奖的时阵，也是靠着耶稣来做得胜，来过生活。所以叫咱毋通想到地顶的代志。保罗的意思毋是说，咱抑个人信主，抑个活伫即个洗奖，咱嘛是着趁食。咱逐日的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咱逐日的需要，咱着为生活所需用饲活肉体去工作。保罗毋是说毋通想到工作的问题，发生工作的问题，乃是叫咱着想念地顶的天顶的代志，因为咱地顶的代志，就是有一间伫黑暗的生活，一间骄傲，一间求这个虚荣的代志，要军队人行伫迄个罪恶的代志，毋通想做地顶的代志，毋是说咱无需要为着生活来工作的代志。所以信徒既然伫生命顶面，甲耶稣同死、同活、同搁活呢，所以咱旧的生命爱犯罪的生命就死了。你甲耶稣同复活，就有了耶稣伫咱内面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所以呢，咱着思念顶面的代志，毋通思念这个地顶的代志。地顶的代志真黑暗、真复杂真烦恼。愈看一家犯罪的新闻突然愈烦恼愈头痛，愈心内愈复杂袂平安。所以咱思念顶面的代志，加互咱力量，加互咱盼望，加互咱有对将来有盼望有内心有平安。所以就是咱毋通思念地上的代志，因为思念地上的代志有真侪叫咱伫违背真理的代志啦，来抵抗神的旨意的代志啦，还是来世上的这个肉体的代志咱逐摆放纵来听咱肉体体贴咱肉体在犯罪的代志，去体贴咱这个情欲的时阵，咱就犯罪了。所以有的人一直咧想念这个地上的代志，但是得到是得到，但是无偌久，搁再空了。所以世上的代志来去真紧的来，真紧的去，一家久就空去了。所以求主帮助咱。第二点咱甲三甲思想讲，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咱毋是过去犯罪的生命，是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死亡的迄款的新的生命。所以圣经甲咱讲咱着脱去旧的行为，来成就这个得救了的新的
神的衫。所以圣经甲咱讲，所以啊，着治死恁伫地顶的肉体、肢体，就是肉体。什么是治死啊？就是有犯罪跩的心啊，甲跩行为。治死就是甲你扑灭，互伊死去，无搁再亲像火搁活起来，就是将伊看做死咯。所以圣经内面列真侪跩物件，咱肉体着治死肉体的什么物件，像圣经所讲的，咱着淫乱咯。咱内面有一寡淫乱的代志，有跩污秽暗淡的代志，思想污秽，行为污秽，邪情、恶的欲望、歹的欲望、贪心。圣经讲贪心就是甲那个拜偶相相同啊。所以第6节讲，因此啊，因着跩代志啊，神会生气，的确要干哪只？要临到互迄背逆之子啊！所以有诶信徒犯罪，或无按照神的意思去行，跩就成做背逆、悖逆之子，就是迄背叛神的旨意的跩神的行哩。所以神的生气愤怒，就要临到迄犯罪的人。第7节讲，当恁抑到伫跩代志活着的时阵，是讲到咱的旧人，咱抑搁活伫迄个旧人的生命的时阵也不安尼做个跩歹代志。什么歹代志啊？就是贪心咯、贪恋咯、淫乱咯、污秽咯、邪情咯、恶意咯，这一切跩暗淡污秽的代志，咱未信主就是做跩代志啊。但是现在恁就弃绝这一切的代志，跩暗淡污秽的代志，以及跩恼恨咯、这个羞愤咯、愤怒咯、恶毒咯、淫毒咯、诽谤咯、嘴内讲暗淡话咯，彼此讲无影话、白贼话咯、欺骗的话咯，是因着恁已经脱去了旧人的行为咯，所以咱毋能够做跩歹代志咯，叫脱去跩旧人甲旧人的行为，就穿着新人，穿着开始一领衫，咱穿了咱穿了跩衫是最后别人会看到咱是属基督的人穿了新人，将这个有新的改变、新的生命的表现来穿伫身顶所以这个新人伫知识顶面渐渐的更新变化正亲像做伊的主的形象，主的形象是善的，是好温柔的有爱的，咱亲像耶稣上帝的这款的形象，咱就穿伫咱的身上。第11节讲伫遮伫世间当中伫这属灵的内面，无搁再分什么希腊人咯、犹太人咯、受割礼咯、化外人咯、西古提人咯、叫做路财的、甲自主的，跩一切跩人圣经讲说，独基督是包括这一切跩人，又搁点伫跩人的内面。虽然咱有真侪人但是信主了后个因也是归伫耶稣的内面，耶稣点伫因内面，因为因是一个新造的人、改变的人因也是靠着耶稣的个死个活，有这个新的生命归纳伫教会内面所以叫咱毋通思念跩地上的代志，咱就得救了，佮思念佮行跩肉体的代志靠着肉体来克制咱的肉体想要靠着跩外面的力量，无要靠着神的力量来对付咱心内的跩暗淡跩行为将肉体
会跩爱犯罪诶代志，咱就将一只野兽甲伊关伫铁笼内面啊，强强甲伊关咧，会发出来。咱亲像有诶一家人吼，走去深山咧内面啊，是讲要对付迄个犯罪诶肉体哦，就无要见人，无要食交种诶人间世间人吼来往啊，无要过世间人诶生活，吼，就是较咱将一只野兽甲伊关咧铁笼内面啊，用强制方法甲吊规吼，来苦待虐待伊家己啊，食苦啊，哈，无要食将迄人间所食诶物件，吼，啉水食面头，吼，啊，无叫跩人做阵哦，啊，强迫伊家己，将即个强制诶吊规哦，摕伫伊诶心顶啊，但是因为着是要克制即个情欲啊，但是无法通成功啊，哈，但是吼，因了克制跩代志啊，也袂法通叫因得救啊。因为得救吼，毋是靠着家己诶行为啊，乃是靠着信心加上上帝诶恩典，才有法通得救，毋是靠着家己诶行为甲家己诶努力啊。所以叫咱毋通想跩地顶诶代志，得想到是顶面诶代志。所以顶面诶代志就是基督是咱诶生命啊。就利用基督新的生命来代替咱旧的生命啊，对人的内面哦，甲提起跩暗淡啊，自私，也托人哦伫地顶的这个肢体跩肉体哦死去啊，这个死去表示这一摆死去哦，的行道就永远死去了。所以咧，毋是靠着咱家己的意志力。叫咱靠着肉体的力量来治死咱这个肉体的罪，而是既然吼，咱已经将肉体甲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啊，当顶伫十字架顶来死去了。这是圣经的假释，所以当咱伫信心顶面啊，看家己是死去。就着靠着圣灵的带领带领吼，来治死咱在肉体顶面的在恶行，在歹的习惯，在歹的行为。所以恁情前伫假犯当中吼，甲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去，但神就赦免咱一切的假犯，一切的罪，就叫恁甲基督三甲搁活起来了。毋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带领，叫咱内面个活起来。既然赦免咱的罪，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推咱顶死了，所以咱这个肉体、这个旧生命就是算伊死去了。啊，咱要照活出来，就是借着圣灵会改变出来，互咱加这个甲耶稣基督三甲活起来一样。那么，所以什么是地顶的肢体呢？啊，地顶的肢，咱活伫地顶的这个肉体哦，就是咱地顶的这个未信主的，或者还有罪恶伫咱内面的这个地顶的肉体。圣经讲，地顶的肉体是啥物啊？像淫乱咯，像污秽咯。跩邪情咯，跩恶欲咯，跩贪心咯，跩代志。圣经讲贪心哦，就是叫这个拜偶像撒旦啊，所以咱就将跩毒瘤哦，甲你除去啊，将毒瘤除去。那有一项代志叫咱犯罪，咱就将这个犯罪的代志除去。咱的身躯若发现到一粒毒瘤伫遐，也阁未发动起来，也阁未断开的时阵哦，未断开的时阵，医生会叫咱将这个毒瘤刮起来，较未将这个毒瘤若阁发作哦，断口全身就无救了。所以耶稣讲啊，伊说换当你的目睭，你的正目啊，叫你拔刀哦，就将这个正目安尼压起来啊，干杀。
宁可失去了百体当中的一项的一体啊，无叫全身啊落去地狱内面啊。伊讲你的正手若叫你犯罪啊，就将正手站起来。咱宁可失去咱百体当中的一项肢体啊，无叫全身沉沦伫地狱内面啊。所以这是主耶稣说，当咱有跩做的时阵，咱就将跩摕走啊，靠着主的能力啊。跩想起来是真可怕的，敢若咱世间哦，犯罪罪恶啊，吼！伊看淫乱，伊说恁吼就脱去了这个淫乱，肉体有这个淫乱的代志。什么叫做淫乱啊？淫乱就是伫咱结婚的时阵吼，你交你的太太还是太太交妻子吼，婚姻以外，交别人的性生活、性关系，这个就是淫乱。咱看去现在世界偌侪婚姻的失败，偌侪翁某啊离婚的代志啊，那是因行淫乱。即来讲污秽，污秽就是暗藏内面的污秽，是表示啥物呢？咱内面也有无，咱的行为若无道德的行为吼，咱的品德吼就会受到污染了，所以就这污秽了。邪情私欲，邪情就是暗藏的感情，暗藏的关系，就是指什么呢？咱无控制咱的情欲哈，人无控制的情欲，就特别指失去控制的情欲，让这个情欲哦泛滥乱来，所以这个就是邪情啊。所以有的人哦袂控制这个邪情哦，就搞地做歹代志。恶欲呢，圣经讲恶欲，就是咱有这个邪情伫咱内面的欲望吼。咱当咱受试探的时阵，咱无去抵抗的，反倒去接受这个试探，这个犯罪啊，这个去追求咱内心的满足啊，就去犯罪了。这个就是恶欲啊！咱世间每一个人哦，拢皆捌受到魔鬼的试探。连耶稣圣经讲，说耶稣哦，也是凡事顶面受到试探，只是耶稣无犯罪。咱啊，逐个人有捌受过试探，但是咱犯罪，因为接受这个试探，为了满足咱内面迄个情欲。放纵的情欲，所以这款吼就犯罪了，这个叫做恶欲。还个贪心，这个贪婪是贪心的意思。贪心是啥物啊？圣经讲去教你咧摆偶像啊，摆偶像敢若是犯罪啊，就是将这个偶像吼用人创雕刻的这项物件哦，来带出神的地位啊。咱本来是敬拜上帝。但是咱将地顶的精神咯、动物咯、人咯，甲雕刻起来，就当作说啊，这个就是我的神咯，啊，天顶的这个神，推去一边，再塞咧咱厝内，还是某一个所在，将人制造出来的雕刻的物件，当作神来代替真神、假神，代做真神，这个就是拜偶像。哇，这句话啊，那当咱贪心的时阵、贪婪的时阵，吼，本来贪心一项物件的时阵哦，贪啊较怎样咧？无法人放杀，无法人离开，将这个所贪的哈、受引诱的这个人，还是财物哦，还是某一项代志，占去上帝的位置的时阵啊，这个就是贪婪咯。那也就是到拜偶像撒旦的迄款的意思。直到我讲到上帝的愤怒，当咱人犯罪的时阵啊，无听神的旨意，直直犯罪，直直犯啊真侪罪。
上帝看见真受气，愤怒 ，the wrath of God， 这个 wrath 字也受气。上帝一摆搁再一摆警告咱，宽免咱毋听对头角心真对，继续安尼做坏歹的代志落去啊，上帝就生气了。上帝生气，叫人的生气无同啊。人的生气是因着咱的肉体的软弱啊，就引起咱的发脾气的时阵当咱人发脾气的时阵伊就无插这个圣洁甲公义的代志咯。伊要怎样？伊要讲歹话，伫发脾气时就讲歹话，讲粗强的话伊的行为可能是伊的行动可能就是拍人、杀人这些代志咯。这是人的愤怒，但是上帝的愤怒就是因着圣洁甲公义，因着人的犯罪，才引起上帝的迄款的义怒出来，为着是要教示人，来对付迄背逆神旨意的人，叫因在神的行里会顺服、行公义这些代志。不然呢，若无悔改上帝就来管教伊。上帝为什么管教人呢？特别是来信徒因为要叫因变好叫做父母的，才有管教伊的行里。管教的代志虽然会疼，但是为着要叫伊改变，要叫伊知影做，要叫伊认罪，要叫伊悔改，对罪恶当中出来归向神，叫神继续有迄个密切的交通关系。所以上帝管教人是为着要叫人伫神的圣洁顶面有份。所以希伯来书安尼讲。这独万灵的爸管教咱，是要叫咱得到益处，互咱伫伊的上帝的圣洁顶面有份。意思是咱顶摆伫罪恶当中，神管教咱，互咱受苦，为着要叫咱得到益处，要互咱反正到上帝和好，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咱过的生活也是要圣洁的，所以就是神的管教。那么基督是咱的生命，既然耶稣咱信主了，咱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咱所讲的怀污秽咯、暗占咯、邪情咯、恶欲咯、贪心拜偶像、恼恨咯、愤怒咯、恶毒咯、诽谤咯、讲粗话咯、暗占话咯、讲无影话、白贼话咯，白贼乌贼话咯，无过讲。所以以上是咧提醒犯罪的人、犯罪的代志，咱就将伊治死去。伫地顶的肢体，就是地顶咱肉体的身躯的罪所以因着圣经讲，因着恁已经脱离了旧人甲旧人的行为咯，所以伫圣灵这个圣灵就会伫咱内面来催促咱，伫咧指导咱。当咱要犯罪的时阵，圣灵就催促咱。你做毋对咯，就悔改你行这条路毋对咯，就挖头过来所以这个是怎样圣灵会催促人。圣灵伫咱内心来讲我会惊你今仔日做一项毋对的代志，你就回头吧。圣灵的引带是啥物当咱做毋对代志的时阵圣经讲圣灵讲伫咱的圣灵伫咱的内面讲，说这条是正路，你就行伫当中。诗篇也是安尼甲咱讲，25篇第8节讲耶和华是良善，是正直的，所以伊的确会指示罪人行正路。上帝要叫跩犯罪的人行正的路，就是要指示咱行对的道路。所以当圣灵催促咱的时阵，来咧引带咱的时阵
咱就着顺着圣灵的驾驶来行咯。就弃绝一切暗占污秽的罪。所以即搭讲啊，在暗占污秽的罪是啥物啊？所以就是恼恨愤怒恶毒咯，诽谤人讲错话咯，暗占话咯，讲欺骗白贼的话咯，全拢无要讲真侪时节咱既然讲白贼话咱为着好的目的咱讲白贼话来骗你。圣经甲咱讲，耶稣讲，伊说你的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佫加讲就是出于迄个恶者魔鬼 evil one， 就是出于 evil one， 就是魔鬼撒旦。真侪时节，咱说我都可以但是咱若换一个方式来改变了，毋是用这个白贼的来欺骗的。有时咱反倒要讲白贼，反倒是反效果的代志。咱若咪商量一项一件话，所以咱若要讲，不如安尼讲，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有伊的安排甲伊的旨意。可能这项代志是神的美意，咱将这项代志交托神，因为神是大能的，神知影什么是对咱好，什么代志有法通荣耀神的，荣耀神的名的，上帝就要安尼做，所以听见的人就心来我着照神的旨意来行，所以毋是用欺骗的方法，因为圣经讲说，你的话是就是，毋是就毋是，若佫加讲就啥物毋是出于神是出于啥物evil one， 就是恶者咯，所以真危险。所以旧的人就是咱未信主的一个行为犯罪的生命所做出来的代志。那旧人的行为圣经甲咱讲恁已经脱离了旧人甲旧人的行为咯，就是无搁再彼此讲白贼话咯。那么咱新的人有新的人的生活，所以是对于这犯罪生命出来，进入到新的生命内面的行为，所以无搁再是靠着家己的力量甲努力靠着咱的意志来控制、来克制咱的肉体，还是靠着圣灵的力量伫咱内面的做工。所以圣经讲，恁着顺从圣灵的来行，顺从圣灵来行，就无搁放纵咱肉体的情欲咯。所以着让主对咱的内面来脱离出来，随对咱的内心改变去，咱才有外面的行为会脱离啊。所以一个人你若无信主，无迄个得救，无新的生命，无圣灵的工作伫咱内面，靠着家己的力量来挣扎真恶但是圣灵会同工，圣经讲说，咱每一个人拢是神伫咱内面咧工作。当咱让神伫咱的内面咧工作的时阵咱的改变就真轻松就真自然毋是刻苦，毋是安尼强迫，毋是真克制迄款的迄个人的方法是真自然的有新的生命，就新的款式，新的改变所以就已经脱离了旧人，就亲像新的人。当咱脱离旧的，就亲像新的意思是啥物就无搁再做罪恶的代志了。因为请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新的表现有新生的表现出来。所以咱靠着信主来得救，也是着靠主来得胜。得救叫得胜，是上是行的。那靠着家己无办法，靠着主来得救，也是靠着主耶稣来得胜，
咱家己交伫在生活顶面。圣经讲到即全世界的基督徒，无论你是虾米款的人拢耶稣拢包做一个，包括伫内面啊，并且佫点伫内面。圣经讲到即个世界有非利人咯、犹太人咯、受割礼、化外人咯，做奴才的、自主的，即个人信主了后，耶稣去包括一切，佫点伫各人的心内。所以意思顶摆伫罗马的统治下面，在帝国的统治内面有跩犹太、希腊人 Greek 跩人因为文化真优越真高尚。犹太人认为说伊是上帝的选民也是感觉真骄傲。因受割的人是犹太人是感觉说，阮即个以割礼来代表有即个属上帝选民的记号。无受割礼的人是讲到轻看跩犹太人以外跩外邦人来讥笑，干若着个割礼也无需要看轻因。化外人英文话叫 barbarian， 就是无开化的人咯。这个希古提人就是伫亚洲北向北边的怀就是化外人当中的化外人，就是文化低落的人，做奴才的人，还有自主的人。所以世界虽然犯罪款真复杂的人，但是当伊信主耶稣，伫伊的心内生命有一个新的改变，成就这个新人的时节因就诚多耶稣甲包含来，诚多蒙恩得救的人，诚多神的行儿，所以伊也是有机会让进入到教会内面。所以教会伫古早时代是一个奥秘但是伫新约的时节，无古早是奥秘咯。上帝的救恩是为着全世界的各款各样的人，各款各样的文化的人，什么个黑情人、白情人，现在无搁再轻看迄黑情人，无搁轻看迄亚洲人咯。伫上帝的内面信主耶稣的人，拢包括伫教会内面。有进入教会这个肢体内面耶稣是教会的头，咱信主的人是耶稣的身躯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门。咱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耶稣的肢体，拢是有圣灵点伫伊内面，拢是教会一分子的人，所以因拢是得救的人。所以耶稣伫包伫内面是终身得救神的行儿咯。所以咱在终身得救的全世界的在信主的人，应该有啥物款的行为呢？应该有啥物款的行为呢？圣经讲所以恁既然是神的选民信主的人就是神的选民。旧约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但新约信主的人就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所以咱内面就穿着什么人面有温慈，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的心。所以信主的人就有基督的新生命带伫咱的内面咯。第13讲，伊说，若有这个人，若对迄个人有啥物嫌疑有嫌隙就是当咱交别人的意见无合的时阵，会争吵争论的时阵，伊伫感情无好，咱对即款教会当中，阮兄弟姊妹意见无相，有时会争吵，心内无欢喜，咱就圣经讲总着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原谅饶恕咱，恁也是着怎样彼此来饶恕人。第14节，伫一切的以外，你也着个存听心。听心就是联络全碟的。教会当中，若逐个人有迄个听心我看到你听心，我受感染；有听心，我也是
受感染，逐个人用彼此用这个疼心彼此来相对待，因为这个疼心是联络逐款的道德的，所以逐款的道德就出来了。你若是有疼心，对内面就激发内面的各款的道德全德的又搁叫基督的平安伫恁的心内做主，恁也是因着安尼来忘掉归于一体上尊感恩的心。有时教会因着意见无相来争吵，来对相对。但是咱有上帝爱伫咱的内面，咱的心识，咱教会是耶稣的身躯，阮每一个人应该着合一。一个人，一个肢体，一只手若疼，迄只手也是袂爽。咱的喙齿一支疼，咱规身也是袂爽。咱目睭疼，耳仔无好势，咱也是规身袂爽。所以应该着合一，变真好势的时阵，咱的肢体真和谐的时阵真harmonious的时阵咱就是有耶稣的平安住伫咱内面。那彼此冤家，耶稣的平安就无伫咱内面所以当咱要做一项代志，要反对还是赞成的时阵，你问我心内有平安无？你若是直直攻击人，对人无好，你心内有平安无？你若感觉无平安意思圣灵无在责备你无伫遐咧工作咱若有平安的时阵，哎呀，感谢主我赞成你安尼对因为疼心，我甲你配合，甲你同工，咱教会才会和谐，才会合作，才会合一，合而为一所以圣经恁也着为着要忘掉为此来忘掉归于一体上中感恩的心咱就用智慧用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伫心内。咱教会着全纯正的道理，毋是怀coach怀异端邪说，咱无要听怀，无要信怀。教会着将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伫咱的心内，用各款的智慧、默念默写用各款的方法来存伫咱的心内。咱阁用着诗歌来唱诗歌，咱心内有迄个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内面，彼此来教导，三甲假使互相来劝解有毋对，咱互相来劝解，心被恩感心内常常被神的恩来感恩，常常来感恩，来阿罗神的名第17节最后一节讲说，无论做什么代志，是讲话还是做代志拢着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伊来感谢神。为什么咱讲话甲做代志拢着奉主耶稣的名呢？因为每一项代志若按照神的旨意，知影神伫这项工作的背后伫咧托调咱，伫咧帮助咱，甲咱同工的时阵，咱才有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毋是我家己七想八想，毋是我家己伊就毋是经过圣灵的感动而来。所以既然神是甲咱同工，既然上帝伫这项代志是咧 support 咱的时阵咱就干来者，咱是着感恩，奉耶稣的名。你若毋是神的旨意，你奉耶稣的名无当用。奉耶稣的名就是说，经过神的旨意，上帝咱的主的旨意，奉耶稣的名，借着伊来感谢主。所以这就是叫咱一清调，清着什么一个新衫，得救的新衫，满内心满有怜悯，有温慈，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的心，彼此来对待
而且用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当咱有听心的时阵，咱教会受感染才有益处。你若无听心就是你要做了真侪好代，亲像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有讲道之能，有先知的这个智慧，还是的口才要魂己身，叫人焚烧，也没有益处，无益处。较最后佫偌侪好代，你若无听心，是没有益处。所以做了好代，佫有这个用听心的时阵咱才有法通荣耀主的名。所以求主帮赞咱而且咱就借着神的话语道理来彼此加事来造就咱，互咱充充满满，将神的话带伫咱的内面，受装备，咱才有法通为主来做工。所以，咱听了以上跩神的假使，是上帝启示保罗对教会的一讲话，来鼓励咱信徒要怎样伫地顶来过着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方式。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地顶来荣耀伊的圣名，一直到主搁再来。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恳求你借着圣灵来光照阮的内心，来省察阮内面是毋是伫生活顶面过着一个合乎主旨意的生活方式。阮若有做毋对、无合适的所在，求上帝来改变阮，圣灵充满阮，赐予阮力量，每一日伫灵内面拢有进步。活伫主的旨意内面，荣耀上帝圣名。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